港元匯率正上演40年都未見過嘅詭異行情，一邊資金瘋狂湧入，一邊資金瘋狂走資，聯繫匯率制度俾兩邊反覆拉扯，好多人完全冇察覺呢場罕見嘅雙向壓力測試，正悄悄改變香港嘅貨幣根基，直接影響你手上嘅存款、保單、房貸同所有資產價值。今日我就用2025到2026年最全面嘅真實數據，徹底拆解港匯背後嘅底層真相，話俾你知點解香港聯匯制度表面穩如泰山，實際上正累積結構性風險。普通人又應該點樣提早避險，保住自己嘅資產？只要你有留意香港金融，喺香港存錢、買樓、買保險或者有配置港股資產，今日呢集你真係唔好劃走。大部分財經內容只會同你講港匯穩定，唔使擔心，但好少人會講清楚而家嘅聯繫匯率制度正經歷成立以來最特殊、最複雜嘅一輪考驗。我哋先將時間拉返去2025年，呢一年嘅港元匯率行出咗完全顛覆大家認知嘅走勢。熟悉香港金融嘅朋友都知，聯繫匯率制度有一個固定波動區間，7.75到7.85， 7.75係強方兌換保證，7.85係弱方兌換保證。40幾年嚟，港元基本上都喺呢個區間入面平穩波動，好少出現極端行情。但去到2025年，呢個慣例突然被打破。2025年5月3日，紐約交易時段，港元突然大幅轉強，直接觸發7.75嘅強方兌換保證。呢次係自2020年10月以來，接近5年首次觸發強方，市場一下子湧入大量美元資金，港元需求急升。為咗穩住匯率，香港金管局即刻出手干預，喺市場買入美元，同時沽出465.39億港元流動性。干預之後，銀行體系總結餘急升到913.09億港元，只係隔咗3日，5月6日，金管局再加碼，繼續向市場投放605.43億港元。短短幾日，金管局累計向市場投放超過1100億港元，硬係接住咗大量流入嘅美元資金。當時所有人都以為香港迎來咗資金牛市，大量外資湧入香港，市場熱度會繼續升。但離譜嘅事情就喺一個幾月之後發生，市場風向突然180度逆轉，資金開始快速撤離港元。由2025年6月尾到8月中，短短一個半月，港元弱方兌換保證連續觸發12次。大家記住，係12次。弱方線咁密集被觸發，喺聯匯歷史上都相當少見。金管局只可以反向操作，不斷動用美元儲備承接市場港元沽盤，累計承接大約1200億港元流出。港元匯率亦由7.75強勢高位一路轉弱，直接掂到7.85弱方紅線。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冇見過一個市場短短一季之內，先俾巨額資金爆買，之後又俾巨額資金售，先觸發強方升值干預，跟住又密集觸發弱方貶值干預？呢種雙向極限拉扯、雙向壓力測試喺香港40幾年聯繫匯率歷史入面幾乎前所未見。當時金管局官方解釋好簡單，話港元之前偏強，主要係股市投資相關嘅港元需求增加，支撐咗匯價。但呢個解釋只係講咗表面現象，未有講到更深層嘅貨幣風險。入到2026年，呢場壓力測試不但冇完，反而繼續升級，外圍環境亦更加複雜。美銀證券喺2026年7月發表報告，預計美聯儲今年可能額外加息3次。大家都知，香港貨幣環境同美國利率高度相關，美聯儲加息，香港利率往往都會被動受到影響。一旦美國繼續加息，美元同港元息差可能進一步擴闊，套息交易資金就有機會加快流出香港，港元匯率亦可能再度逼近7.85弱方紅線。美銀特別提醒，同以往加息週期相比，而家香港銀行體系流動性相對薄弱，金管局可能要更早、更頻密入市干預，匯率波動亦可能比往年更大。華僑銀行經濟師亦發出預警，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由2025年8月開始已經跌到530億港元左右嘅低水平。當市場流動性偏緊，就算只係小規模資金流走，都有可能推高港元拆息，直接增加市場融資成本。最關鍵係今輪雙向波動背後嘅邏輯同以前唔完全一樣。
而呢樣先係最大風險。以前港元匯率波動，大多數都同息差套利有關，美元加息，資金流走；美元減息，資金回流，邏輯相對簡單，走勢亦比較有規律。但2026年嘅波動，其中一個重要背景係市場對美元本身信心出現變化。今年5月，美元指數盤中最低跌到99.60，美元持續轉弱，全球部分資金減持美元資產，亞洲貨幣普遍走強，美元對離岸人民幣一度跌穿7.20，背後核心原因之一就係美國反覆變化嘅關稅政策，令全球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嘅擔憂升溫。國際投資者對美元資產亦變得冇以前咁盲目。簡單講，以前市場主要係跟利息走，而家連美元本身嘅長期地位都開始俾更多人重新評估。頂級投行 Jefferies 嘅全球外匯主管亦表示，全球貿易格局調整可能令美元長期面對貶值壓力，即係話而家港元面對嘅雙向壓力未必只係短期市場波動，而係開始觸碰到聯繫匯率制度所依賴嘅美元信用基礎。呢個亦解釋咗點解而家香港金融市場咁矛盾。金管局一邊要應付大量資金流入，避免港元升得太強，另一邊又要承接資金流出，避免港元大幅轉弱，兩邊都要救火，雙向受壓。呢種局面喺過去40年都相當罕見。講到呢度，好多人可能會放心，覺得香港有龐大外匯儲備，聯匯制度穩如泰山，根本唔使驚。但我要提醒大家，聯匯制度兩大核心基礎，外匯儲備同財政紀律，表面仍然穩固，但背後亦開始累積一啲結構性壓力。先睇大家最有信心嘅外匯儲備，數字表面確實好亮眼。截至2026年4月底，香港外匯基金支持資產總額增加97億港元，去到23,098億港元，整體支持比率有3月底111.39%，微升至111.47%。2025年更加係外匯基金投資表現好強嘅一年，全年投資收入高達3,300億港元，創歷史新高。整體外匯儲備規模大約4,200億美元，相當於香港貨幣基礎1.6倍，歷年累計盈餘接近7,800億港元。外匯基金總資產亦突破4.1萬億港元。淨係睇賬面數字，唔好話守住聯繫匯率，就算遇到大型資金衝擊，好似都仲有好多空間。但熟悉市場嘅人都知，外匯儲備本身有流動性分層，賬面總數唔等於全部都可以即時拎出嚟用。好多人唔知道，香港外匯基金其實分成幾個唔同投資組合。第一個係支持組合，主要用嚟支持貨幣基礎同匯率穩定，資產流動性高，可以較快變現。第二個係投資組合，主要投資債券同股票，另外仲有長期增長組合，配置私募股權、不動產等資產，流動性相對低，短期未必可以即時套現。即係話，如果突然出現大規模資金流出，港元面對快速貶值壓力，真正可以即時應付市場需要嘅，主要都係高流動性嗰部分資產，唔係所有賬面資產都可以即刻變成現金。2026年2月財政預算案亦令人更加關注呢個問題。政府宣布分2年由外匯基金調撥1500億港元，投放喺北部都會區同大型基建項目。官方特別強調，呢筆錢會由投資組合調撥，唔會喐到支持組合，亦唔會影響匯率穩定。呢句說話本身透露咗2個信號：第一，外匯基金資產除咗貨幣穩定之外，亦會配合其他公共財政需要；第二，支持組合仍然係維持聯匯制度非常重要嘅底線。因此，真正可以靈活調動嘅資產，唔可以單靠外匯基金總數字去判斷。除咗外匯儲備，聯匯制度第2個重要基礎，財政紀律亦值得留意。先講好消息。2026年財政數據的確比預期好，受惠於股市活躍同經濟回暖，印花稅同利得稅收入高過原先預算，夾計增加接近500億港元。2025至2026年度政府經營帳目由原本預計30億港元赤字，轉為513億港元盈餘，計埋1550億港元政府債券發行同517億港元到期債務償還。綜合賬目亦有預計670億赤字，變成29億港元小幅盈餘。
財政儲備維持喺6572億港元。財政司亦預計未來幾年經營帳目可以維持盈餘，但大家都要睇清楚，財政報表改善唔完全等於經濟內生增長全面恢復。香港非經營帳目因為大型基建支出較高，長期都會有赤字壓力。政府亦要透過發債同資產調配去平衡整體財政。短期嚟講，呢套模式可以維持財政運作，但長期就要視乎債務增長、收入質素同市場信心。貨幣發行制度唔單止睇儲備規模，財政紀律同樣非常重要。下面我用兩個經典案例，大家會更加容易明。1991年，阿根廷推出類似貨幣發行局制度，貨幣直接同美元掛鈎，希望穩定匯率同經濟，但之後長期財政赤字、債務壓力累積，最終喺2001年制度崩潰，貨幣大幅貶值，通脹失控，經濟亦陷入嚴重危機。相反，保加利亞亦用貨幣發行局制度，長期維持較嚴格財政紀律，最終逐步融入歐洲貨幣體系。兩個案例說明，同類型制度能唔能夠長期維持，財政紀律係非常重要嘅一環。兩個相似制度，最後結果可以差好遠。其中一個核心差別就係長期財政管理能力，而香港近年更加依賴發債同資產調配，呢個趨勢值得持續觀察。正正因為市場對呢啲深層問題關注增加，2026年香港金融圈亦開始有更多人討論聯匯制度長遠發展，由以前比較學術性嘅話題，慢慢變成業界公開研究同政策討論之一。2026年8月，趁香港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期間，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提交政策建議，提出政府可以研究全球去美元化趨勢之下，聯繫匯率制度長遠應該點樣發展。業界提出其中一個觀點係，而家港元掛鈎美元制度係建立喺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同交易貨幣嘅基礎上，但美國聯邦債務規模持續上升，利息開支龐大，同時全球部分央行增加黃金同本幣結算比重，令市場更加關注美元長期地位。港元高度跟隨美元，就意味香港利率環境好多時都要受美聯儲政策影響，本地貨幣政策自主空間有限。過去幾年香港零售、中小企同樓市都面對壓力，但美國高息環境亦令香港融資成本偏高，對供樓同企業借貸造成額外負擔。同時，業界亦提出幾條可能嘅長遠方向。第一條，喺保留美元掛鈎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人民幣使用場景，呢個係相對較容易逐步推進嘅方向。而香港近年亦持續擴大人民幣金融基建同業務規模。第二條就係參考新加坡模式，以一籃子貨幣作為參考，包括美元、人民幣、歐元等。但呢個方案技術同政策操作都相當複雜，一旦改變現有掛鈎機制，市場預期亦會受到大幅影響。第三條係以黃金作為其中一個貨幣錨，聽落好似比較穩陣，但黃金市場流動性、可動用規模同現代金融體系需要之間，仍然有好多實際問題要處理。第四條就係完全放棄固定掛鈎，改為港元自由浮動。呢個方案風險最大，因為40年建立落嚟嘅穩定預期會被重新定價，短期可能引發匯率、股市、樓市同資產價格較大波動。四條路線都冇完美答案，每一條都有成本同取捨。亦正正因為咁，香港未來貨幣制度應該點發展，先會變成一個越來越多人討論嘅議題。而另一個好值得留意嘅轉變，就係香港外匯市場交易結構。2026年8月，香港財資市場公會公布半年外匯交易數據，顯示市場交易重心出現明顯變化。2026年4月，香港外匯市場日均成交額高達9082億美元，其中美元兌人民幣日均成交額去到2740億美元，30.2%，首次高過美元兌港元嘅2402億美元，26.4%比，成為香港市場最大交易貨幣對。當中主要係離岸人民幣交易，日均成交2592億美元，即係話，香港本地貨幣雖然係港元，但市場最活躍、資金流動最頻繁嘅貨幣對已經變成美元同人民幣。香港早已唔只係單純美元金融樞紐，
而係逐步變成美元同人民幣兩大貨幣體系嘅交匯點。兩邊貨幣政策週期、加減息節奏同經濟調控方向未必一致，呢種錯位會增加港元市場調節難度。美元體系代表全球美元資本，人民幣體系就代表內地跨境資金，兩股資金力量同時作用喺香港，令港元面對更多外部變數。人民幣同美元走勢變化都可能間接影響港元資金流向同市場情緒，市場機構亦開始增加避險安排。港元對美元期權風險溢價曾經上升，簡單講就係部分金融機構願意付更高成本去對港元突然大幅波動嘅風險，反映市場對未來不確定性更加敏感。面對業界改革討論同市場避險情緒，香港金管局多次公開穩定市場信心。2026年5月4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喺立法會重申，聯繫匯率制度係香港金融穩定基石，當局無意改變聯匯制度。之後金管局亦再次重申相關立場。金管局理由好直接，美元依然係全球主要投資同交易貨幣，掛鈎美元有助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力，而更改掛鈎模式涉及非常複雜嘅市場預期同技術安排，處理唔好反而會影響信心。不過官方需要持續重申立場，本身亦反映市場對聯匯制度長遠發展存在討論同疑問。呢啲疑慮未必代表制度有即時危機，但的確值得持續觀察。更加有意思係，金管局一方面維持美元掛鈎制度，另一方面亦大力擴展人民幣金融基建。呢種做法可以理解成短期維持穩定，同時提升香港處理人民幣業務嘅能力，為未來金融格局變化預留更多空間。同時，金管局亦多次提醒市民注意利率風險，指出美國未來利率走勢有不確定性，而香港利率亦會受到影響。買樓、投資同借貸都要預留足夠風險承受能力。講到呢度，可能有人覺得呢啲宏觀貨幣問題離自己好遠，同普通生活冇關。但其實聯匯制度每次波動同壓力變化，都會經利率、匯率同資產價格傳到去房貸、存款、保單、物價同投資戶口。首先係大家最關心嘅按揭，因為聯匯制度同美元利率有高度聯動。港元拆息通常會受美國利率影響，如果港元資金偏緊，拆息上升，供樓成本自然都會增加。美銀亦曾經提醒，如果港元再次靠近7.85弱方線，而金管局入市承接港元，銀行體系總結餘可能再下降，拆息亦有機會抽升。對用浮息按揭嘅家庭嚟講，利率上升就會直接增加每月供款。其次係存款同保單，好多香港市民持有港元存款或者美元保單，背後都假設港元同美元之間匯率長期維持穩定。如果未來匯率出現較大波動，保單到期兌換或者卡幣總資產配置都可能出現匯兌收益或者損失。所以近年保險公司亦更加積極推多幣種產品，包括人民幣選項。第三係日常物價，香港好多食品、能源、電子產品同生活用品都靠入口，而且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以美元計價。港元如果轉弱，入口成本有機會上升，再傳到零售價格。對普通家庭嚟講，呢類輸入性通脹會直接影響生活成本。第四係股市同強積金，海外長線資金投資香港，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就係貨幣同金融制度穩定。如果市場對匯率制度信心明顯轉弱，資金流向同估值都可能受影響，港股同強積金表現亦會跟住波動。最後係實體經濟同進出口生意，香港商戶同海外供應商好多時用美元鎖定入貨價，本地收入就主要係港元。如果匯率波動加大，中間會對成本就會影響利潤，同時人民幣走勢亦會影響內地旅客喺香港嘅購買力，對零售同餐飲都有直接影響。聽到呢度唔使恐慌，我幫大家整理幾個普通人都可以自己揸嘅官方或者市場指標，唔使睇太複雜報告，只要定期留意就可以更早掌握港元市場壓力變化。第一個指標，銀行體系總結餘，金管局會持續公布相關數據。總結餘如果長期維持低水平，代表港元市場流動性相對收緊，一旦再有資金流走，拆息波動通常會更加明顯。
第二個指標，財政收支質素，唔好淨係睇有冇盈餘，更要睇收入主要來自經濟活動同稅收，定係依靠發債、資產調撥去平衡。長遠嚟講，財政收入結構同債務水平都值得留意。第三個指標，港元匯率位置，如果港元長期貼近7.85弱方線，而金管局入市頻率增加，就代表市場資金流出壓力上升。第四個指標，港元外匯期權風險溢價，呢類數據如果持續升高，通常反映機構對未來匯率波動嘅避險需求增加。第五個指標，人民幣政策同香港人民幣金融基建發展，人民幣業務規模持續擴大，代表香港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嘅角色越來越重，亦值得放喺長期貨幣格局入面一齊睇。最後，俾所有普通人一個比較實際嘅資產配置思路。先講結論，未來幾年聯繫匯率制度唔代表一定會突然崩潰，大家冇必要恐慌性清空港元資產，亦唔需要盲目全部換晒做美元或者人民幣。但中長期結構性壓力值得留意，比較穩陣嘅方法唔係極端操作，而係分散風險。浮息按揭可以留意定息方案，定期存款可以按需要分散唔同貨幣，持有大額外幣保單可以評估多幣種配置。做外貿或者進出口生意就更加要留意匯率兌，避免單一貨幣波動食晒離印。總括嚟講，香港正處於一個重要嘅貨幣同金融結構調整期，美元掛鈎制度仍然運作，但人民幣角色越來越大。全球貨幣格局亦正在改變，睇明白呢啲變化，提前做好資產分散同風險管理，先至係普通人最實際嘅做法。如果你睇明咗港匯背後嘅風險同邏輯，覺得今集內容對你有用，記得俾 like、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喺香港生活、投資、置業嘅朋友，留言話俾我知。你覺得未來5年港元會唔會改變同美元掛鈎嘅模式？我會喺留言區同大家交流。我哋下集再見。